郭师长，儿啊，啥事儿啊？跟我去趟办公室。你还要知道啥？妈是土匪，妈不可能教化你。我再不会问你话的事儿了。那你问我啥？这里太危险了，我想让你尽快离开这里。开快一点，我觉得今晚上要出事。真没想到董会长会为女匪首操心呢。郭师长，你想想，又有哪个女子愿意当土匪啊？哎，你说这女人愿不愿意当官？啥意思？哎呀，有什么大惊小怪的？我实话告诉你，我想招安黑龙潭的土匪。我要不是为了这个，我才不管这闲事儿呢。我刚刚听说，他们马上就要枪毙你了，我想放你走。你放我走，我还怀疑是你给我下的毒。我是你的亲生儿子，我咋可能对你下毒啊？你想想，我提审你，我再放你走，那我不就是罪大恶极了吗？我就在这待着。你想放妈走，妈已经心满意足了。毕竟妈活着的时候，已经见到你了。儿啊，你要善待你的养父母。虽说妈生了你，可他们尿一把屎一把的，把你养大成人，也很不容易。还有啊，你不能攻打黑龙潭。黑龙潭的弟兄们跟了我这么多年，他们骨子里面都是好人。我早就想好了，不是我放你走的，是你逃跑的。夜幕大岛，我追出去以后就朝天放空枪，警察能不能追上你，就看你的命了。来，打吧，打呀！我咋打呀？你是土匪，你还不会打人吗？你不但要打，而且要打得狠，打得重，把我满脸打的都是血。来吧，打呀！哎呀，妈下不了手啊！快打呀，不然就来不及了。打呀！哎呀，儿啊，儿啊！哎呀！儿啊，儿啊，走，走，走！我走，我走。站住！郭师长，他就是田彩霞。田彩霞，金队长，这是怎么回事？郭师长，我替审犯人，犯人想跑。想跑？是不是我们不及时赶到，他就真跑了？那也不会，那我手里边的枪也不是吃素的呀。话交了没有？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，拒死不交。不交。好，给我把人带走，到我的辛巴市，我就不信你铁嘴钢牙。哎，郭师长，你要把人带走？他抢了我的画，老子不能带走吗？带走！
天彩霞，跟他们走，我跟这些当兵的走。我回头再跟你解释。去吧。哎，郭市长，人是我们警察局抓的，您不能带走。你们警察局审不出来，难道还不让我带走吗？不行啊，怎么不行？那得请示我们程局长批准。明天我给你们程局长打电话。哎，那就等明天打完电话再带走吧。怎么，你们警察局想跟我们辛巴师打上一仗啊？不是，郭市长，瞧您说到哪儿去了？这只是个程序问题。走。田掌柜的，准备沐浴吧。沐浴？沐浴就是洗澡。洗澡干啥？洗完澡休息啊。在农村，把猪毛剃干净了，就该上席了。是不是要叫我上路啊？郭市长命令我俩好好伺候你。管他上路不上路呢，先洗干净了再说，省得到阴间再洗了。爸，我说今天咋找不见你呢？原来你去救田彩霞了。是啊，今天过得确实是惊心动魄呀。爸，这个田彩霞确实仗义。我想要不是您去教化的话，我相信她肯定不会去招供的。自从爸爸上了黑龙潭，看到了一切，爸爸就相信田彩霞的骨子里是个好女人。爸爸想让她从土匪窝里走出来。走出来干啥？干啥不行啊？爸爸想让她变成一个好女人，过正常日子，哪怕是在西安做一个小买卖也行啊。爸，你今天的行为真的可以称得上是绿林好汉呢。绿林好汉谈不上，只能说是有点良心罢了。爸，你说田彩霞被关在辛巴师，郭市长会放她出来吗？放她出来可没那么容易，只是暂时没有危险罢了。辛巴师又不和鬼子开打，他们主要是封锁陕北。万一田彩霞真的被郭市长收编的话，那对陕北……有